讲上帝信息来坚固咱，请咱大家来恭敬领受。所敬听的姊妹，大家平安。先感谢主，互咱伫主日同齐做伙来敬拜上帝。毋知伫咱中间有过去拜五、拜六，伫报道会中间，你今仔日有缘来到伫礼拜堂的人无？毋知有无？互阮来欢迎你伫后壁即个所在非常的欢迎。咱做伙来祈祷。感谢上帝，你会听互阮，搁一摆通过你的话来得到帮助。阮知伫世间的日子，阮有侪困难，总是阮相信，当阮倚靠上帝，当阮勇敢面对遮个，阮就会当来克服。主啊，恳求你的圣神来甲阮伫地，帮助阮，互阮有对你来的信心。阮安尼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对细汉听到大汉的一个故事，就是龟兔赛跑，就是龟甲兔咧走相约，但是最后就龟摕到冠军。伫这个故事内底，咧讲起一个真重要的意义，就是兔甲龟比赛，无拄是走紧紧，迄个兔得冠军。伊比赛的赢还是输，毋是只有干那靠能力，爱搁靠努力。咱的教会2年读圣经的进度，咱已经读到伫撒母耳记这个所在。所以咱兄弟姊妹，若进度还未赶到的，我们咱会当做伙赶到，互咱有同齐做伙进度来看上帝话。今咱所读的这段圣经，是我做主日学学生的时阵，就真爱听老师讲的一段故事。是讲起以色列人甲非利士人咧交战。非利士人伫苏哥的城的所在，就是以色列人伫以拉国的所在。所以两个人伫这个交战真紧张的中间，特别是非利士人有一个高强大汉，名叫做歌利亚。伊讲悬有3公尺，差不多300公分，佮伊的剑甲有57公斤，头壳地重的盔。脚要重来保护，手阁摕着枪伫迄个所在。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当时的总统，也是讲领导者，就是扫罗。当扫罗王面对这个代志的时阵，非常的紧张。伊想讲，阮的确拍输，对方这么强，阮一定会输。拄伫迄个时阵。有亚西的囝3个囝伫军中咧做兵，亚西拢总有8个囝，上细汉的迄个叫做大毕，伊就叫大毕讲：安尼，你到伫军中的中间去探访你的兄哥，老爸已经老了，你就去甲伊探访。当去探访的时阵，面对遮尔紧张的代志的中间，这个大毕就勇敢要甲大汉人歌利亚来相杀。当时的扫罗王讲：千万唔通，因为你遮尔细汉，你个细汉囡仔，你太透有这个气力，通甲扫罗王来，通甲这个非利士人的歌利亚来相杀，你的确会输。你交囡仔，你会当做什么货？阮都无法度你会当做什么？总是伫迄个中间，大毕伊安尼讲：王我为着老爸过洋的时阵，有使甲盐来，将我的羊掠去。总是呢。我就约伊，将伊拍死。上帝要救阮脱离狮甲鱼的爪，伊救阮脱离迄个非士人的手。伫这个中间，大毕有够个勇气甲信心来甲歌利亚来交战。所以大毕伊就到伫迄个河边捡5粒的石卵，一粒圆圆，佮一个黑色。就甲歌利亚拍到伊的头遐的所在，砰！歌利亚倒落去。最后以色列人就得到这届的胜利。这段的故事会当对撒母耳记17章、18章、19章的中间，咱继续通看。但今早起我要用这段圣经，甲咱三甲来分享赢过大汉人的挑战。
头一个，咱要三甲来通过这段圣经来说伙想的就是，其实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咱拢有高利亚的挑战。你我的生命内底，咱拢有拄着困难，拢有拄着挑战，拄着威胁伫咱的内底。咱常常听一句话安尼讲：人生不如意，10项内底有8项甲9项。这是一位宗教心理学家叫做 Dr. William James， 伊咧研究讲人伫各种的打击甲困难的中间的心理宗教变化到底是啥物货？伊提出2项人格的变化。头一项就是人心思脆弱的取向，就是讲人对着困难的时阵，大概有啥物态度？就是走去避，亲像扫罗共款，走惊避开。这种人呢，就是拄着代志的时阵，伊就惊避开。这种呢，大概渐渐会变做一种精神的病的人。拄着困难，你无法度来面对，佫真硬，心内佫真惨切。伫这种的代志，伊佫无法度去处理，所以安尼要安怎，伊就避开，愈来愈避，愈来愈避，后来精神就出问题。讲第二种，佫有第二种的人，这种人呢，就是心智坚强取向的人。这种人就是有坚强的心智，拄着愈困难，伊愈要去来面对，愈战愈勇，愈着困难，伊愈欢喜伫迄个所在来面对。但伫这个中间，咱伫遮来看见，这就是第二种心智的取向。所以，伫咱的生命内底，有时阵咱毋知用对一种的方式来面对咱的困难。我的工奖无摕到。头前咱要做伙思考，就是因为咱伫负面的思想。咱常常拄着困难的时阵，咱有负面的思想，咱会怨愤、生气、惊吓。这都亲像什么货？拄着困难的时阵，咱无法度面对，所以咱就会产生一种负面的想法。当以色列百姓摩西带因要到伫迦南地中间，就派12个探仔入去看这个迦南地生就什么款。哇！入去了，因讲哇，这葡萄足大粒的，但是有一项，遐个人真大汉。就是阿那族的后代，所以我感觉，阮亲像草莓啊共款，咱一定无法度入去啦。12个探仔中间有10个看见这大汉人，因就惊，有负面的思想，因就唔敢入去。所以迄个中间佫有2个人，这2个人是什么人呢？约书亚甲迦勒。因就相信上帝，讲上帝若甲阮伫地，咱一定会当进入伫迄个上帝应允的地。就咱知影，当咱拄着攻击威胁的时阵，咱也亲像扫罗王共款，甲对方看作是一个大汉人的威胁。咱袂记得上帝甲咱伫地的能力。现在伫姊妹伫咱的生命内底，咱不断受到攻击甲威胁。有可能是人的话来，咱听到无好声哨的话，互咱伫遐得到艰苦心；有可能是咱身躯破病，咱爱面对手术，这拢是一个威胁。也有可能咱伫无拍算的中间中风，也有可能伫咱的工作失败、婚姻拄到问题。这拢是一种大汉人对咱的攻击甲威胁，所以咱会安怎？咱就是会惊，想要走。自古以来，勇气若消失，是一个时代结束的开始。失去勇气，就是人会放杀性命。一个做兵的人，伊若惊小台，伊就会投降。伫咱的生命内底。常常是安尼，拄着这个代志困难的时阵，就亲像一个William James讲的，咱想要走去避。
咱伫圣经创世纪内底看见亚当夏娃的故事，咧代表人类的款式。当亚当夏娃来食上帝认为袂当食的果子了后，因就走去避。上帝讲：亚当夏娃，恁伫倒落？伊讲：阮食你讲袂当食的果子，阮即马真惊，阮食来，阮去避。阮若避起来，佫将责任推卸互别人。这个就是咱生命的处境。伫教会内底，咱就拄着几位的兄弟，伫检查身躯的中间，医生甲伊审判讲：你得着癌症。当得着癌症，即句话，有人就真惊吓，有走去避起来，毋敢来面对生命所拄着的困难。所以教会就真侪人开始去找，甲伊找倒转来，讲拄着癌症，虽讲这是拄着遮尔大的打击，但是这无抵到一死啦。现代医学非常的进步，就甲伊找倒转来面对这个治疗的过程。现在姊妹，这确实是咱的处境。咱甲扫罗共款面对共款的处境，就是伫遮的困难、挑战、威胁的中间。但第三个，咱要安怎？咱会当采取的，就是勇敢来面对挑战。这个少年的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挑战的时阵，伊所倚靠的，毋是伊伫旷野的中间会当拍死遮的狮、遮的熊；伊所倚靠的，也毋是伊的技术会当用血色来拍着遮的动物，伊毋是安尼。伫圣经咱若继续看，咱会当看到伫撒母耳记上卷17章45节，伊讲：阮靠着坚强的意志，对上帝有绝对的信心。哥利亚，你来要来要拍我，用刀、用戟、用枪，总是我甲你相台，是倚靠万军耶和华上帝名。这就是你所藐视的以色列军队的上帝。而且咱要面对这个困难的时阵，毋是靠咱家己的气力、智慧甲能力，咱需要倚靠上帝来帮助咱。世界真出名的发明家叫做爱迪生，咱拢对细汉就知影，这个爱迪生会当真有能力，会当发明真侪物件，电火等等这物件。总是有一摆伫67岁的时阵，伊的研究室发现，安尼拄到一场的大火，甲伊所有的物件拢烧了了。记录研究讲，伫迄个时阵，差不多200几万的美金的物件，所有的研究的物件机器，所有拢烧了。有人就赶紧打电话甲爱迪生讲：“你赶紧转来，因为你的研究室拄到这个火灾，甲你的物件烧了了。”但过两天，这个爱迪生到伫现场的时阵，就有人问伊讲：“你即马要安怎？”这个爱迪生就安尼回答，讲：这场的灾难有真大的价值，就是将我一生咧研究的过程内底，这失败的物件、错误的物件，拢甲烧了。感谢上帝，互我会当对头开始的信心。我感觉爱迪生真无简单。咱有经验厝捡塔仔偷摕物件，还是火烧厝的时阵。咱一定足怨叹的，哎呀，那是我啊！毋是隔壁迄个，那拢偷摕着我，那是我得到这个镜头，那毋是别人呢。但是爱迪生，互咱学习这样代志，将我过去这毋对错误的拢烧了去。但即马感谢上帝，互我会当对头开始奋斗的信心。3礼拜了后。爱迪生就发明世界头一部的留声机，后来就变做咱的键盘，后来就变做咱的 CD， 接着对这个来开始。伫咱日常生活内底，咱有各种的困难、挑战甲威胁，总是咱爱学习大笔、勇敢、倚靠上帝来面对、来得胜。伫咱的生命中间，
有时苦难是上帝对咱的考验。咱的生命内底无一人毋捌经验到苦难。这个苦难有几啊种，是肉体的，是精神的，是咱生活中间的物件。总是这个面对这个苦难，有时阵呢，也是一种上帝的祝福。苦难的背后是一个上帝的祝福伫咱的中间。当然，咱真无爱这个苦难，亲像耶稣讲，将这个苦杯乃使离开我，总是我顺探上帝你的旨意。诗篇46篇第1节，安尼讲：上帝啊，你是阮避难所甲溃难，是阮伫患难中及时的帮助。上帝是咱伫患难中的溃难，也是咱随时的帮助。上帝要帮助咱，上帝帮助咱，互咱有得胜的信心甲眼光，就亲像龟兔赛跑迄只牛共款，一步一脚印，最后伊是摕到冠军。第三，咱要想的就是，要安怎赢过大汉难挑战的秘诀。一世人有写真一册叫做《积极思想》的皮尔博士，又写一本册叫做《人生的光明的面》。这本册已经旧册啊，10几年啊，我过一摆甲摕起来看。伫《人生的光明面》这边，人生的光明面这本册内底，伊讲起人要克服困难难关，有几项真爱学习的代志。头一项，伊讲爱保持冷静，中文叫做保持冷静与沉着。伊讲当像无好的代志发生伫咱的身上的时阵，人真基本的本能就是会着急、不安、困袂去。烦恼甲惊吓，这是人的本性。佫一项就是人的本性，就是要甲伊赶紧甲伊解决掉，甲伊甲伊处理。亲像有人举一个例，有人去算股票，股票了钱免啊，就较紧佫人借钱，借钱了看会当佫溢落去，然后佫会当趁钱无？就是这种的态度。就咱常常伫这种的情形内底，咱就是啥？草头搞药。但话讲啊，拄着困难的时阵，人报遐好，报逐项拢会使。总是《人生光明面》这本册甲咱讲，当拄着这个代志的时阵，上重要一项代志就是要安静咱的心，互家己有时间冷静来思考、祈祷、安静。互上帝话来帮助咱，然后咱才会当实际来掌握咱所拄着的精势方向。这就是一句话，叫做“静而后安，安而后能思”的道理。所以人伫安静的中间，心就会平安。伫心平安的时阵，咱才会当有真清楚的思考。就这本册所描写，伊讲皮尔博士，伊讲日本人上会向来做一个平静思考的方式。因为日本人，伊毋是讲日本人真好，是讲日本人有几种的方式会当帮助咱。伊讲日本人爱浸温泉、泡温泉。讲伫浸温泉的中间，会将咱的压力来消除。佫一个就是爱抓灵、按摩抓灵。伊讲佫一项就是日本人爱泡茶。大家坐咧泡茶分享，互相交换知识甲智慧。总是这个皮尔博士伊讲，佫较重要就是正做基督徒上好。正做基督徒有上好的秘诀，就是会当来做礼拜。像姊妹，你有感觉你做礼拜真幸福无？伊讲。皮尔博士讲，会当做基督徒，这是上幸福的代志，就是会当来做礼拜，然后读圣经，通过牧师的信息，会当得到帮助，互咱来仰望主耶稣。这是上帝施恩赐福的管道。这些内底提起讲，咱会当看主耶稣，互咱留落一个作水的模样，安那就是常常到伫河边、山顶、旷野去祈祷。
耶稣是上帝的囝，伊伫世间的中间，有缘拄着困难，人常常爱甲伊挑战。咱来看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耶稣常常面对文士、经学士、法利赛人的挑战。伫约翰福音第8章，一个行奸淫的妇人人伫迄个中间，人问讲，一个伊用石头甲伊钉死，但耶稣你安怎看？足济伫圣经内底，咱会当看到。所以耶稣面对这困难的时阵，伊一个方法，伫马可福音第1章35节，就是安怎祈祷。我感觉这项代志是咱长老教会兄弟姊妹上弱的一环。祈祷是咱上弱的一环。每一摆我若去探访的时阵，我常常无爱祈祷，请咱中间一个兄弟祈祷，伊讲：买，你毋好叫我，你绝对毋好叫我，你若叫我，我就要来走。我感觉这个部分是需要咱爱加强学习的所在。圣经安尼写，第2天透早，台语叫做天铺光的时阵，耶稣就起来离开伊的厝，到伫一个偏僻的所在。现在中文译本甲写做偏僻，和合本甲讲旷野，就到伫旷野的所在，伫遐极安静的中间，伫遐祈祷，伫遐将伊的困难，将伊拄着问题，伫遐甲上帝来祈祷。以赛亚书第30章15节安尼写，讲恁得到救是在地归回安息，得到快乐是在地平静安稳。这是几礼拜前我用一个归回安息，用这段圣经嘛讲过。咱要得到快乐，上重要就是一个安静的心，一个平静的心。咱的思考才会清楚。咱若逐工乱糟糟，头壳嘛乱糟糟，心肝嘛乱糟糟，安尼咱就无法度去思考。第2项，赢过大汉人挑战的秘诀，就是专心倚靠上帝。保罗伫罗马书第8章31节安尼讲：上帝若帮助咱，脊椎会抵挡咱。我上帝若帮助咱，就无一个人会当抵挡咱，无一项代志会当抵挡咱。当大卫面对歌利亚的时阵，伊讲：你要甲我相杀，你是靠的是刀是枪，总是我要甲你杀的是倚靠耶和华上帝名。细汉的大卫，伊就知影拄到这个困难的时阵，爱倚靠上帝。但是扫罗是当时的王，伊拄到困难时，伊敢若会晓逃走呢？所以大卫所讲的这句话，是要表明一个真重要的信仰的原则。咱相杀毋是咧靠枪靠炮，是啥？倚靠耶和华上帝。意思是啥？意思是上帝是一切智慧甲能力的来源。上帝才是一切智慧能力的来源。诗篇17篇第1节甲第3节，这是大卫的诗。大卫安尼写：上帝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我要行一水。上帝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要行什么人？咱有圣经，咱会当掀起来看啊。诗篇17篇第1节甲第3节，上帝是我的光，我的拯救，我要行一水。虽望有大军责赢攻击我，我悠然安然自在；是望有对敌攻击我，我悠然要胜靠上帝。是望有这么多困难，是望有这么多挑战，是望有这么多迫害，我悠然要胜靠上帝。这是对咱今日基督徒一个真大、真好的提醒。在咱的生命内底，常常拄着困难、艰苦的时阵，咱就怀疑上帝，咱就认为上帝把咱放下去。所以咱伫这个所在会当通过安尼来帮助咱。第3就是会当积极来面对，带出信心的行动。彼得博士伫所讲的这2个方法，就是帮助咱
你要用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代志？佫一个代笔也互咱留落一个真好的模范。迄个模范是啥物？就是伊倚靠上帝。这是咱基督徒的宝贝啊！毋是基督徒无这个宝贝，是咱基督徒才有这个宝贝。保罗伫哥林多后书第4章安尼写讲，咱有这个宝贝藏伫咱这个器具内底，就是上帝甲咱伫的。虽然常常拄到代志，咱毋是甲代志等候上帝讲啊，上帝你去处理啊，毋是交托给上帝，咱有缘爱去面对这样事。咱会当用信心的宣告，什么叫做信心的宣告？甲祈祷无共款，就是你要伫上帝面前要看正面的，无爱看负面的，这就是信心的宣告。圣经安尼写：主啊，你的恩典够也我用。伫什么时阵软弱，主你的恩典就加添伫我的中间。这个就是宣告。佫一项，就是讲我的日子怎样，上帝手赐予我的困难也怎样。我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就是用上帝话来加添咱的信心，来宣告上帝话，用正面的方式来宣告上帝话。那安尼时阵，咱就会得到快乐。咱毋通一直用负面的态度来看代志，爱用正面的态度来看代志。这个就是皮尔博士伊咧这本册内底所要强调的代志。咱的人生内底有真侪困难、威胁，亲像大汉人伫咱的中间的挑战，真侪。总是，咱今日会当对这段圣经来得到帮助，对代笔，互咱得到帮助。面对大汉人的时阵，歌利亚的时阵，伊所倚靠的，就是咱的上帝。诗篇7篇20篇第7节，讲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总是咱独独要倚靠耶和华上帝的名。愿上帝帮助咱，祝福咱，互咱伫生命的每一个坎站的过程内底，上帝永远听咱，无放弃咱。三角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甲祝福伫阮的中间。阮知影，阮出世来到这个世间，阮是用靠的来到这个世间，是表明阮伫世间有侪侪苦痛，有侪侪艰苦，有创伤。上帝啊，你帮助阮。当阮伫祈祷的时阵，上帝，你知阮兄弟姊妹目前的状况。上帝，你亲自来成做阮的帮助甲安慰。上帝啊，你也成做阮的倚靠。无论阮拄到什么款的境遇，阮无要用负面来看代志，我们用正面来看代志。就上帝，你若帮助阮，止水会抵挡阮。阮若徛伫上帝这边，上帝，你的确赏赐予阮有智慧、有能力、有信心来面对阮的困难。主啊，你讲你是伫旷野开道路的上帝，你是伫沙漠开江河的上帝。伫旷野亲像无路通好行，总是上帝你的气力会当开出一条路。伫沙漠无水的所在，上帝你会当互水泉对沙漠的所在冲出来。主，你帮助阮，互阮成做基督徒，阮相信阮的一生毋是一帆风顺，因为主耶稣无应允，阮一生是拢好天。所以，阮也相信，阮只有一项的秘诀，就是无论什么代志，阮袂当甲耶稣基督的疼来记哩。主，你帮助阮，互阮有这种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当阮要领受这个圣餐的时阵，搁一摆，互主你的保体甲保血进入伫阮的生命内底，更新阮的活命，互阮成做基督水的见证，伫众人中间。
安尼祈祷，感谢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